烏克蘭。而家楊敏詩同江平已經考上咗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音樂系，搬入咗大學宿舍，只係剩低關許聰寄宿喺金老師嘅屋企。咁呢度係我房間，唔係好大喎。係啊，好幾細。咁我瞓上邊啦。咁下邊呢張床原嚟係楊敏詩瞓，咁依家就改成係俾我放衫。成一年嘅計劃啊，全部喺晒度。幾時要考試啊？邊日要做乜嘢啊？我覺得好重要咯。仲有呢幅我嘅藝術作品，我畫嘅畫係咪好靚咧？關許聰今年19歲，嚟到新西蘭之後，喺金老師嘅聯繫下，關許聰進入咗惠靈頓嘅一間女子中學就讀。雖然喺中山嘅時候，亦都曾經去到廣州金老師嘅屋企學琴，但係畢竟離家咁遠，佢仲係第一次。嗰次搭飛機由廣州搭去香港，再由香港搭 Auckland， 再搭嚟 Wellington。咁我走嘅時候，成家人都嚟送嗰隻咯，即係婆婆、公公、阿姨、姨丈、表弟、阿爸阿媽，所有人。然之後就走嗰時就好開心啊！我話拜拜喎，即係盡量唔好即係喺佢哋面前喊咁咯。即係都唔係話驚佢哋即係唔放心定咩，因為佢哋都知我大喊包啦。但係即係入到廣州機場候機室嗰時就開始一直喊到香港。3年過去啦，關許聰已經習慣咗獨立去面對學習同生活。喺異國他鄉求學，亦都使佢開始思索一啲喺中國從來都冇諗過嘅問題。認識另一種文化，另一個國家，其實係一個對自己本身文化同埋自己國家更加了解嘅一個過程咯。我嚟咗呢度先發覺，原嚟我哋中國人係咁樣諗嘅，佢哋又係咁樣諗。細個嘅時候好似都會諗過會出國咁咯，但係我都講過我係好黐家嗰種啦，咁所以都從嚟冇諗過想離開屋企咁咯。但係離開咗之後先發現，其實人係需要旅行嘅咯，人係需要到處去嘅咯。關許聰知道進入惠靈頓女子中學讀書，只係自己喺音樂求學道路上邁出嘅第一步。馬上面臨畢業考試，佢嘅願望就係可以好似楊敏詩一樣，考上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音樂系，為以後能夠從事自己喜愛嘅事業打下基礎。而家喺度排5重奏，因為我哋今晚要上大師課。大師課係啦。即係等於你哋今晚演奏俾大師聽。係，今晚有一個3重奏由維納嗰邊過嚟嘅，跟住佢要幫我哋上呢個。楊敏詩比關許聰大2歲，啱啱嚟新西蘭嘅時候，首先進入咗間語言學校學習。3個月之後，佢通過咗外國留學生進入大學必須通過嘅雅思語言考試。第2年就考上咗夢寐已久嘅惠靈頓維多利亞大學音樂系，目前已經係呢間大學2年級嘅學生。覺得會好似電影入邊咁啩，會好似日日都有嘢發生，跟住好刺激，好多嘢玩咁。3年，你種印象有冇咩多少改變？啱嚟到之後係覺得好失望。其實因為覺得好多嘢根本唔係好似電影咁咯。電影入邊你係覺得你又會成日揾到咩麻煩啊，跟住日日去解決麻煩啊，啲咁嘅嘢會好好玩咯。但係其實喺呢邊根本唔係咯，你就係讀書、返學、返宿舍，跟住自己睇書、練琴咁咯。
並冇電影般嘅刺激，楊敏詩開始咗平淡卻又充實嘅大學生涯。佢嘅宿舍總共住咗5位學生，包括2位華人、3位馬來西亞人。為咗可以更融合咁一起度過求學生涯，宿舍裏邊定落咗好多制度。對於楊敏詩嘅家庭嚟講，佢出國讀書需要一筆唔少嘅費用。為咗減輕屋企供佢出國讀書嘅負擔，懂事嘅楊敏詩已經3年冇返過屋企啦。有啲原因係話飛機票貴啦，跟住自己出咗嚟又唔係好耐時間咁咯，所以而且啱啱放假嘅時候都想喺度試下揾唔揾到 part time。見到自己嘅女喺外國求學嘅艱辛，母親曾經提出過返中國算啦，但係楊敏詩最後仲係想堅持到完成自己嘅大學學業。目前佢已經有2份兼職。一份係喺惠靈頓交響樂團做聘用小提琴手，每個月排練1個星期，演出6場；另一份就係每逢星期6上晝去一間音樂學校做老師，咁樣1個月基本上就可以保證有700蚊嘅收入。但即使係咁，佢仲係唔可以完全負擔起每年嘅學費同生活費用。如果你平時買嘢嗰啲咁嘅嘢，你諗起同中國啲兌換率嗰啲嘢，你就會覺得好貴。但係其實按呢邊水平嚟講係好平好平咯。我出咗嚟嗰陣，我向我媽保證話：你俾我出嚟嘅條件就係你第1年幫我俾學費同生活費，第2年嘅話我就話我會自己搞掂咯。但係其實我冇做到咯。其實我而家只不過係自己俾生活費，但係學費仲要係佢哋俾，因為你再點揾工作，你都冇可能可以賺到咁多，除非你唔返學。而且佢呢邊有限制，話你留學生1個星期只可以做15個鐘嘅工。但係其實我已經超晒啦。雖然國外嘅求學生涯係艱辛㗎，但每當一拉起小提琴，楊敏詩就可以忘卻煩惱，喺音樂中尋找屬於自己嘅世界。再過多1年，楊敏詩就可以畢業啦。對未來嘅計劃，成為咗2位嚟自中山嘅留學生談論最多嘅話題。我畢業之後，其實我又唔係話好想讀 honours 嗰啲，但係我又仲想繼續學琴咯，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嗰個 level 仲未到咯。但係我又想同時揾工，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叫爸爸媽媽佢哋再俾學費嘅話，好似覺得有啲過唔去咯，都咁大個人。而且實在啲兌換率太犀利唔得，所以我會想話先揾份工，跟住打1-2年，跟住再睇下學費夠，跟住再讀書咁咯。讀書。你哋最大願望，假如喺事業方面想讀書，你想選擇邊度做？我想去法國。法國。你咧？我冇諗過，我唔知啊，我真係唔知啊。應該主要都係錢銀問題。錢銀問題？都唔你無論去邊度讀書，你都係要俾錢咯。你就睇咗你負唔負擔得起，最主要係咁啩，我覺得。咁你考到獎學金咁係咪啫？係問題，你覺得考到嘅可能性會高，好難。咁梗係考到先至去咯，我覺得。考到先去。金鐘先同妻子最近組織咗一個弦樂4重奏，每當工作之餘就會喺屋企排練。關許聰、楊敏詩自然唔會放棄過呢個學習嘅機會。每當弦樂奏響，佢哋2個總會聽得非常入迷。喺呢個大家庭裏邊，音樂往往成為咗交流嘅主題。喺中國，係音樂讓佢哋走埋一齊；而喺新西蘭，係音樂使佢哋忘卻咗思鄉嘅愁緒。